早晨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哋嘅 channel，CLS、comment、like、subscribe。你哋嘅支持對我哋嚟講好重要，記住撳埋我哋個鐘仔啊！一有新片更新，都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哋。大家好啊，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貓奴。今次係國際新聞系列，咁我哋都會講返一單最近比較沉重同埋唔開心嘅國際新聞。睇到個封面都會知道係印度航空空難事故。咁呢一單事故就係發生喺近期6月12日，喺呢個印度艾哈邁達巴德起飛前往倫敦嘅航班，喺起飛之後30秒呢就墜毀，全機人只有1名嘅幸存者生還。而呢一單嘅事故呢，都係呢一個波音787型號嘅第一單嘅致命事故。首先呢，咁我哋都會講返呢個航班嘅資料，而佢係屬於呢個 Air India AI171嘅航班。咁機上邊呢，總共有242人，有230名呢係乘客嚟，12個就係機組人員，而個死亡數字係達到241人，而只有一個人呢，就係比較坐喺近呢個逃生門位置。咁喺資料顯示入邊都係喺呢個11A。英國籍嘅印度裔男子，咁而飛機喺失事之後呢，其實係直接撞向呢一個醫護學生嘅宿舍，所以都造成一個地面嘅傷亡，而死亡嘅人數呢係超過28人，受傷嘅人數都超過60人啊！係截至目前為止。而因應今次嘅事故，印度政府都立即成立呢一個專家委員會，而印度總理莫迪都去到現場督導，要求盡快加快呢一個救援同埋辨識遇難者嘅程序。而英國、加拿大、葡萄牙都有派團去到支援。當然啦，今次呢個大型嘅人命傷亡係非常之震撼，但係另外一方面都係波音787型號嘅飛機首次造成一個致命事故。而今次涉事嘅飛機嘅型號係波音787 Dreamliner，佢服役嘅年期係2014年，而飛行嘅時間係已經超過咗41000小時，飛行嘅次數都係超過7800次。而喺呢一次事故之前，其實波音787呢個型號嘅飛機呢，係喺安全係數上邊嚟講呢，都係非常之好，因為佢係從來都未出現過一個致命嘅事故喺世界各地。而根據我資料嘅顯示啦，佢只不過喺2013年曾經係試過因為一啲電池起火咯，而引致到暫停起飛嘅事故，都冇造成一啲係大型嘅事故啊，人命傷亡。咁當然啦，今次呢一次嘅空難呢，係會直接影響咗波音嘅聲譽啦，同埋波音嘅股價呢，都係當日係下跌到5至到9%。咁喺今次賠償方面呢，截至目前為止，印度政府總理莫迪同埋內政部長呢已經承諾對每一個飛機嘅遇難者家屬呢，將會獲得大概一筆1.1億印尼盧比，即係折約就係10萬蚊美金嘅賠償啦。而 Air India 公司都承諾承擔遇難者嘅遺體處理啦、醫療嘅費用，同埋設立咗熱線呢去協助國際家屬。而喺初步調查方面啊，其實黑盒呢，其實已經係成功揾得翻㗎啦。印度政府呢，其實已經送翻去呢一個分析出中心，等專家主要睇翻其實起飛30秒內有冇一啲異常嘅動態同埋訊息啦。因為飛機喺起飛30秒之後呢，其實係已經立即墜毀咗。而喺唔同嘅短片入邊都可以睇得到，飛行器呢大概飛到去625英尺呢個位置呢，其實突然加速呢個下沉。啲短片嘅顯示啦，都見到飛機嘅起落架呢，其實係未能夠咧收起。咁呢個都係會影響呢飛機起飛個動力嘅問題。同埋眾所周知，其實我哋飛機本身每一次起飛之前呢，都係會經過一啲安全措施嘅檢查，即係檢查可能個起落架啊、機翼啊，究竟佢哋係使用嘅時候係可唔可以正常收起或者展開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印度政府嗰個調查方向呢，其實係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即係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其實睇翻資料嘅顯示呢，其實機場附近呢都會有一啲僚機嘅記錄，
即係咩意思呢？其實有唔同嘅專家都會帶出啦。其實如果即係一啲雀仔呢，其實如果撞咗入去飛機嘅引擎呢，都係會損耗到飛機嘅引擎啦。咁而呢個損耗呢，其實都會影響呢個起飛階段嘅性能，同埋都唔排除會唔會有可能有一啲人為操作嘅因素咯。即係究竟佢哋操作嘅程序係咪有可能有出錯呢？咁呢啲都要等進一步嘅調查先可以顯示得到。再加上會唔會有可能係飛機入邊有可能一啲燃油嘅污染啊，甚至乎會唔會有啲惡性嘅破壞？但係當中呢一度全部暫時嚟講，其實官方都係未有提供有任何嘅證據顯示。相信進一步嘅調查或者進一步嘅資料都需要等到官方嘅公佈。當然我哋都會幫大家留意究竟呢個事態發展啦，同埋有冇任何更新嘅資料。影片去到最後呢一度呢，其實當然啦，發生呢啲事故係令人會覺得好惋惜或者係好沉重啦。但係做人都要老土啲咁講句啦，當每一次望到呢啲災難嘅發生呢，都要係學識點樣去做人，可以係活在當下啦，珍惜眼前人，同埋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最後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 channel，comment、like and subscribe。我哋下次見，拜拜。